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太平时代做兵有当着啊是国民的义务尔。啊，毋过战争时代去上战场，会改变一个人，甚至一家人的生涯。今日解文说字，国情要来讲日本时代，有真侪台湾人，互日本拖去东南亚做军夫，拖去海南岛做军夫。过去台湾歌嘛有这种歌词咧描写。头一趴，咱来听这条《望龙早归》。歌词讲：思想我军坐在汤，东边月娘红，春风吹着阮一人，袂得照希望。离开遮久的台湾，无想咱乡村，家内又搁遮尼散，啥人袂怨叹？这条《望龙早归》过去经过50几冬，资历真深的老播音员詹庆荣先生，伊的艺名叫飞虎。飞虎老师伊捌亲身访问过这条歌的作词家陈志生，伊讲这条正就咧写日本时代台湾人互拖去做军夫这种的家庭有影。歌词咧写家内又搁遮尼散，啥人袂怨叹？伊讲离开遮久的台湾，这毋是咱家己要走出外呢，是无奈的呢。第二拍的歌词写了搁较感动人。人同齐过来听，讲离开比水流较远，放阮在田庄，甲囝一暝食一顿，消散面青黄。囝若靠尾鸟来糖，一暝靠甲光。我军是你识拍算，怎样去遐远？歌词内底讲离开比水流较远，这实在是文学性的描写。水咧流去倒位，咱要哪会知？但是咱的红婿离开了，比到水还搁较远，啊无奈，咱着甲囝一暝食一顿。别人厝边头尾囡仔有鸟来啊糖通好食，咱的囝靠尾啊鸟来啊糖，一暝靠较光。我军，你怎样去遐远呢？来到第三拍的歌词，内底歌句讲：看见水底的鸳鸯，加添阮忧愁。目屎哪流又哪想，袂得转家乡。囝若靠腰又无饭，大用番薯汤。想要做工骹手软，啥人心袂酸？是啦，较早的环境，较早遮尔艰难，歌词唱出来，真正就是台湾历史的背景。啊，飞虎老师访问陈志生，伊嘛讲，毋若干那这条《望龙早归》。因早咱伫解文说字捌甲你解说过，讲黄昏变色风台雨，怀念红婿海南岛，迄条生活苦，嘛共款咧写军夫的生涯。听过去的歌，想过去台湾真实的历史，咱就是望讲未来会当看到永早的人艰苦经过的路。